成立于1954年的上海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文科见长，并具教师教育特色的文、理、工、艺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涵盖11个学科门类的86项专业。拥有多个国家级教育部上海市的重点学科、实验室和研究基地。教育之际，重在教师。上海师大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初步形成以特聘教授为旗帜，有较大学术成就的学科带头人为中坚，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体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在1753名专任教师中，具备高学历资质的超过半数。同时，学校还拥有500余名兼职教师，包括5位院士级的特聘教授和100多位外籍教师。多元雄厚的师资力量将为每一位学子的成才之路奠定坚实基础。人才是当今社会、国家发展的基础。上海师大除各学科的常规教学外，还创立了培养卓越教师的师承学子计划和培养拔尖人才的光启学子计划，为更多怀抱理想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趋势，海外的学习与工作经历，让每一位学子在丰富自身体验的同时，拥有更为广阔的国际化视野。而在近年的各类全国和国际比赛中，师大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人的综合技能，屡获大奖。每年也有数量众多的师大毕业生被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重点高校乃至国外知名大学录取。一所开放活跃的学校，也是每一位学子挥洒青春、展示自我的舞台。上海师大积极开展各类校园活动，通过这些第二课堂，让学生们充分发挥兴趣特长，完善自我，提升综合能力。漫步在梧桐荫蔽的校园里，不仅能感受到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能体会到幽深的艺术气息。你会因意趣横生的社团而驻足，也会被志愿者服务的精神所感动。青春的激情，生命的活力，每一个最好的你都能在这里找到一片天地。立足东方，面向世界。上海师大一直注重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学校现已和全球40个国家地区的311所高校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创办多个中外合作教学项目。学校还先后在日本广岛福山大学、非洲博茨瓦纳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力图将其打造成上海师大重要的海外交流平台。时光迁徙，岁月更迭，60多年以来，上海师大培养了21万名毕业生，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各个领域的精英骨干。几代人的辛勤付出，滋养着每一个你我的明天。青春的朝气在风中飞扬，梦想一直都不曾遥远。背起行囊，金秋9月，让我们相聚上海师范大学。